你點擊這個視頻是有原因的，所以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。我在 TradingView 上進入指標，搜索 Trend Reversal Probability Calculator， 添加這個指標。它很有用，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及早發現可能的反轉，但真正的力量在於你將其餘額外的確認相結合，而不是盲目相信信號。首先，讓我們正確設置它，以便它在這個策略中表現更好。從這裡打開指標的設置，你會看到它默認使用11條移動平均線，長度從10到200，保留10到100的移動平均線不變，但將最長的那條從200改為144，然後將額長度改為20。這兩個調整使該指標更適合我將要解釋的反轉策略。現在讓我們理解這個指標在顯示什麼。你可以在圖表上看到一組移動平均線，其中一條比其他線更粗。那條更粗的移動平均線是我們將用於趨勢方向的主要基準。該指標旋提供兩種類型的信號，一種是反轉信號，另一種是出現在已確立趨勢納部的買入信號。在本視頻中，我們將專注於反轉信號，因為這才是此策略變得更強大的地方。是的，蓄勢納部的那些普通買賣信號也可能有用，但它們需要另一個過濾器。如果你試圖盲目接受它們，你會在橫盤行情中被困住。例如，其中一些信號會在市場橫盤時出現，而這些正是你想要避免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以後想使用那些蓄勢信號，你應該添加像 Oscillator 或 ADX 這樣的東西嚟過濾橫盤市場條件。但現在，忘掉那些信號。這裡的主要策略是以更清晰的方式捕捉反轉。那麼，讓我們以正確的方式構建反轉設置。我們將把這個指標與 RSI 結合起來，因為貝利能給我們一個早期警告，表明當前趨勢可能正在減弱。進入指標，並添加默認設置的 RSI。現在我們想要的第一件事是 RSI 貝利，這是動量開始減弱的第一個線索。對於看跌設置，價格可能形成相同的高點或略高的高點，但 RSI 形成更低的高點。這告訴我們上漲動量正在消退，看跌壓力可能開始積聚。但這非常重要，僅憑貝利是不夠的。貝利只告訴你當前趨勢正在減弱。有時這只會導致回調，有時會導致橫盤，有時會導致完全反轉。所以我們從不只靠貝利進行交易。我們想要的第二件事是價格穿越那條較粗的主要移動平均線。這條線充當蓄勢基準。當價格處於上升趨勢時，它傾向於保持在該線上方；當價格處於下降趨勢時，它傾向於保持在該線下方。因此，如果價格之前在該線上方，然後下穿該線，這成為可能正在發生真正趨勢轉變的第二個線索。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確認是指標本身的實際反轉信號。一旦該信號在 RSI 貝利之後，以及價格已經穿越主要移動平均線之後出現，那麼看跌反轉就有了更強的確認。因此，當你分解時，預出設置非常簡單。第一， RSI 顯示看跌貝利；第二，價格下穿主要移動平均線；第三，指標打印看跌反轉信號。當這三者對齋時，預出設置得到確認。在這一點上，在實踐中，你可以進入預出頭寸，將止損設置在前一個擺動高點上方，並瞄準1:2的風險回報比。現在讓我們轉到買入交易設置，邏輯完全相同，只是方向相反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開始吧。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，由人工智能驅動，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%的利潤。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，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。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
首先，我們希望看到看漲 RSI 背離，這意味着價格創出更低的低點，但 RSI 創出更高的低點。這告訴我們下跌動量正在減弱，看漲壓力可能正在下方積聚。但同樣，近憑這一點還不夠，因為背離仍然可能只會導致反彈或橫盤。第二，我們希望價格上穿主要移動平均線，這告訴我們結構可能正在轉變，市場可能正在走出先前的看跌階段。第三，我們希望看到指標的看漲反轉信號。當該信號在看漲背離之後，以及價格已經上穿主要移動平均線之後出現時，看漲反轉就有了更好的確認。因此，買入設置也非常清晰。第一，RSI 給出看漲背離；第二，價格上穿主要移動平均線；第三，指標給出看漲反轉信號。當這三件事對齊時，買入設置得到確認。在這一點上，在實踐中，你可以進入買入頭寸，將止損設置在前一個擺動低點下方或最近的邏輯裂扣水平下方，並再次瞄準1:2的風險回報比。使這個策略好的是，它不依賴於單一信號，它一步步構建交易。第一，RSI 告訴你當前趨勢正在減弱；第二，價格穿越主要移動平均線告訴你市場可能確實在轉變方向；第三，指標的反轉信號確認走勢開始成形。這種分層確認有助於減少弱勢入場，這也是為習摩你可以避開許多糟糕交易的原因。有時 RSI 給出背離，但價格從未穿越移動平均線，這意味着速勢已經減弱，但船不足以確認反轉。其他時候價格穿越了移動平均線，但指標的反轉信號從未出現，這意味着轉變仍未得到足夠確認。通過等待所有三個條件，你保持選擇性，這也保護你免受在動盪的市場條件下接受每一個信號的傷害。許多弱勢交易者看到一個背離就過早跳入，然後他們被困住，因為市場只是在暫停，而不是反轉。在這裡，你在採取交易之前，迫使圖表證明更多。當然，即使有了所有這些確認，設置仍然不是完美的。沒有任何策略能提供100%的勝率，你仍然會有虧損的交易，這完全正常。這就是為習摩風險管理與入場同樣重要。保持你的止損合理，每筆交易只冒賬戶資金的一小部分風險，絕不讓一次虧損嚴重損害你的賬戶。總的來說，這是一個清晰的反轉策略。RSI 給你早期警告，主要移動平均線給你速勢轉變的線索，指標的反轉信號給你最終確認。當三者同時對齊時，設置遠比單獨使用其中任何一個要強大得多。這次就到這裡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請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快回覆。如果你船沒有訂閱，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稱圖標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。下個視頻見，祝你交易順利。